Hello，大家好。咁啱啱過去嘅五一假期啊，珠海嘅樓市又熱啦。咁銷量係如何呢？各大樓盤嘅到訪量咧，其實係同比激增嘅。主城嘅核心區啦，同埋金灣航空新城板塊啦、橫琴嘅區域啦，紛紛都係有爆單嘅。咁多盤咧係單日成交就破億啊！咁甚至係高端嘅別墅盤咧，都係一日可以一套咁樣去賣啊！咁我哋好多行家表示啦，咁呢個熱度咧係比去年嘅同期咧係有超越咗嘅。咁龍山咧就喺節後嘅第一時間咧，向各大嘅樓盤咧調查咗呢個銷售情況啦，同大家探一探呢個銷售情況係如何嘅。咁首先講翻我哋香洲主城區啦，華發咧係有5個項目目前在賣嘅。首先第一個咧叫做華發香山湖1號啊，喺五一期間咧就開放咗一線嘅珊瑚樣板房啦，目前在售嘅面積咧係120到252嘅改善戶型啊。咁喺呢個假日咧推出咗額外1%嘅購房優惠啦，同埋有呢個以舊換新1%嘅一個補貼，成交咧就送埋3年嘅生活館嘅會籍嘅禮包。咁機會難得啊！咁佢喺呢個五一假期咧就賣咗1.2億啊。第二個咧係華發嘅香山湖畔啊，咁喺賣緊咧係一個108到205平嘅一個高定嘅平層準現樓啊。五一黃金週咧係會購房咧就送3年嘅一個會籍啦，同埋送呢個豪華家電啊。咁今次咧就賣咗11套啦，咁銷售嘅金額咧就喺9960萬嘅。第三個咧係華發天璽啊，作為南灣新城咧首個智慧宅咧，五一黃金週啊係買樓咧享額外嘅1%嘅優惠啊！咁呢個項目咧賣緊係99到112嘅3房4房嘅戶型啊，以高使用率受呢個港澳嘅購房者一個歡迎啦，係熱銷咗23套啊！第四個咧係華發雲璽啊，就推出咗110到140嘅半山海景準現樓啊，因為佢下邊咧就係一個九州嘅中學啦嘅教育學區，同埋咧一個九州客運港嘅一個配套。咁而家喺呢個五一假期買咧就可以享2%嘅優惠，一線嘅海景啊，深受呢個珠海吉大嘅改善家庭同埋香港買家中意啊。咁第五個咧就係華發嘅琴澳新城啊，作為十字門嘅長青樹啊，包括咧佢嘅十字門嘅華發商都咧第二期咧即將都會開業，亦都會帶嚟流量。咁喺呢個五一嘅時間咧，就迎嚟咗呢個高光時刻，係賣咗1.2億嘅銷售額啊！咁呢個項目咧賣緊係75咧到108嘅一個臨澳門嘅一個現樓單位，假期咧都係有1%嘅購房優惠。咁仲針對一啲香港街坊咧，仲推出咗專屬專車啦，同埋免費洗車嘅禮包。唔少嘅一個香港買家嚟到呢度咧就入手咗啊！咁珠海嘅第二大國企咧，正方咧就喺市區有2個樓盤嘅，一個係璞悅香山啦，同埋南灣首富啊。喺呢個五一期間咧都賣得非常之火爆。咁璞悅香山咧作為新香洲唯一一個有呢個嶺南園林嘅一個新規住宅佢有學校啊，又有商業同埋佢嘅產品又係新規型嘅產品，可以話係一個叫綠邊型嘅戰士啊。唔少嘅高端買家咧都係非常之認可嘅，係熱銷咗1.3億嘅銷售額啊！咁呢個項目咧就賣緊125平嘅3房同埋152平嘅4房，上讓率高達110%啊！咁第二個咧係正方嘅南灣首富啊，都係非常之火爆啊！咁亦都係意料之中啦，係坐落喺呢個南灣新城啊。因為佢距離呢個3.6萬畝嘅黑白面將軍山同埋南屏水庫咧係200米嘅啫。咁呢個項目咧仲專屬打造咗通往呢個山體嘅一啲步行通道啊！哇，真係非常之用心。咁呢個項目咧就賣緊係76到185嘅精裝美宅啦。咁高贈送嘅一啲疊稅啊，有173同埋187嘅一個疊稅全部係高使用率嘅一個爆款產品啊！好受呢個香港客戶同埋我哋本地一啲改善客戶嘅中意啊！同埋咧佢嘅活動咧係減免一個物管費啊，同埋成交咧就係送家電禮包一個6重好禮嘅助力下咧，正方南灣首富咧喺呢個五一黃金週咧係賣咗1億嘅一個佳績啊！咁興格咧，亦都喺主城咧有呢個興格凌禮啦。五一咧針對一啲改善客戶咧，都有呢個2%嘅折扣啦，同埋咧佢係成交咗4000萬嘅一個
呢個營業額啊，咁佢賣緊咧係84到140嘅新規3房到4房嘅項目啊，表現都係非常之亮眼啊。同埋咧喺呢個三溪科創城咧，仲有一個萬舒溪里啊，一直咧有一啲穩定嘅購買力，因為佢之前賣開咧單價16000幾起咧就買市區嘅項目，所以咧喺五一期間咧賣咗3000萬嘅一個佳績。同樣咧喺呢個三溪嘅科創城嘅明溪花園咧，因為佢呢個項目咧有69、89、101嘅精裝2房、3房、4房嘅項目，好多年輕人咧就多選擇同埋低門檻上車呢個香洲市區啊，所以咧佢呢個假期咧賣咗6000萬嘅一個業績啊。咁同埋老香洲一個恒榮城市溪谷嘅3期咧，五一咧都係迎來咗首批嘅交付啦，意味著咧佢係現樓發售啊，同埋佢交樓嘅品質係比較高，成為一個熱銷嘅密碼啊。咁佢係賣咗5000萬嘅一個業績啦。咁目前咧二棟咧係加推呢個119嘅山景嘅戶型啊。五一期間仲有一個香洲一個項目咧，叫做名苑雅居，係以呢個黑馬嘅姿態咧去入市啊，競銷咗42套，賣咗1.8億啊，再次錯實咗咧，其實香洲嘅香山湖板塊咧，就係香洲目前嚟講一個居住比較巔峰嘅一個價值板塊啊。呢個項目咧賣緊100到150嘅一個準現樓嘅單位啊，交樓嘅標準咧，所見就即所得㗎啦。同埋咧，呢個新香洲仲有一個豫州香山首府咧，係賣咗12套啊，銷售金額咧賣咗4500萬啊。咁呢個項目咧，佢而家在售緊一期係89到128嘅3房到4房嘅單位啊。同埋咧，香洲仲有一個山東健康家人樂富咧，目前賣緊97到157嘅全新新規嘅現樓單位，首付22萬起咧，即可輕鬆上車。咁助力呢個五一期間成交咧持續走高啊。咁來訪客戶咧高達550批啊，去化係32套啊。同埋咧呢個位於拱北嘅西澳灣畔啦，憑借呢個拱北口岸嘅黃金地段以呢個小戶型嘅設計門檻啦，咁好深受呢個澳門客戶嘅支持啊，競銷咗11套咁距離呢個港珠澳大橋入口僅100米嘅雙銳長龍灣咧，咁五一期間咧就來訪咧係280批啊，咁係收攬咗10套嘅成交。咁同埋咧，我哋主力佢賣緊係一個97啦，110平嘅3房4房嘅現樓單位。講到南灣嘅豪宅咧，綠景鯊魚灣咧就成交咗3套啫。咁因為佢係大面積165到188嘅大平層現樓啊，咁係攬金2000萬啊。十字門比較熱門嘅地王項目咧，中海環宇天下咧係熱銷咗1.2億啊。同埋咧，我哋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嘅橫琴科學城咧，都係賣得好貨，因為佢俾嘅優惠係好足嘅。而家有限時嘅一口價房源啦，同埋贈送2年嘅物業管理費啊。呢個項目咧賣緊係94到100平嘅品質現樓單位啊。五一期間咧係賣咗12間單位啊。同埋呢個橫琴嘅口岸廣場啦，佢在售嘅面積係54到60平嘅小面積嘅70年嘅住宅同埋呢個87到102嘅東向單位可以睇晒成個澳門嘅城市景觀同埋有啲可以睇到一線嘅海景啊。好多全國各地嘅買家咧睇完呢個咧就係直接買咗最後競銷咗係17套攬金係5600萬嘅佳績。同埋呢個橫琴嘅科學城啦，五一期間係銷售咗6000萬嘅一個佳績啊。其中呢個 IFC 嘅2期咧係賣緊呢個78到80平嘅海景小戶型嘅戶型咧係賣晒咗。目前咧主要以128到135嘅海景產品為呢個熱銷重點啦。同時 IFC 3期嘅98平嘅152平嘅4房上率高達100%，為呢個橫琴嘅一啲客戶咧係增添呢個選擇。咁而呢個金灣區咧，就呢個華發保利天和咧係以一個高爾夫嘅大盤運動健康宜居為主啦。咁係吸引咗係全國唔同嘅客戶啦。因為同埋呢個項目咧，針對一啲別墅產品咧推出定制嘅裝修禮包五一期間咧係賣咗4套咁深度契合咗高端玩家呢啲個性化嘅一個定制要求。咁講到作為金灣區首個4代宅啦。呢個華發金灣府喺河岸新城可謂是無敵手啊！咁呢個項目咧係賣緊係88到118嘅高使用率嘅高層同埋洋房單位，獨享會所咁高標準嘅一個精裝啦。咁佢喺呢個假期咧係攬金8500萬嘅戰績同埋呢個
興格坊嚟啊，五一期間咧係有呢個置業嘅狂歡啦，新品呢個5棟家居係成交咗8套啊！單日咧係最高有成60批客戶去選擇去睇啊！咁成交額都係近3000萬啊！主力賣緊係85到107嘅3房同埋3+1嘅4房戶型啊，同埋喺呢個期間咧，將呢個珍藏攞出嚟賣嘅華發天茂國際半島嘅都係賣得非常之唔錯啊！賣緊90到127嘅河景精裝現樓單位啊，咁佢係開放認購咧，下至去化咗26套啊！咁講到斗門區咧，就係世榮旗下嘅3個樓盤咧，係共成交咗31套啦。其中以呢個世榮景觀花園為主，在售嘅戶型咧係104到228平嘅3到4房啊，品質上係拉滿啊。同埋呢個珠江嘅琴湖學院啦，銷售嘅現場咧係好鬆弛又熱鬧啊！因為呢個項目咧係屈指一數嘅一個西湖學校係一流之隔，好多我哋本地重視呢個教育家庭咧係去選擇購買啊！因為佢項目賣緊67到127嘅高使用率嘅戶型啊，現場係成交火爆啊！同埋呢個湖心新城嘅龍湖天藍啦，作為斗門區4月份嘅銷冠啊！自然咧，呢個實力都係非常之不一般啊！呢個項目咧賣緊係89到143嘅洋房啊，同埋係最後一棟嘅呢個洋房項目咧係推出嚟啊！五一期間咧到訪係成200批客戶，成交咗26套啊！咁買家入手呢度咧係十分之爽快啊！咁同埋呢個湖心新城 C 位嘅福地星月灣啦，而家賣緊 E 區嘅5棟啦，同埋6棟嘅97到130嘅現樓單位，而家推出全新嘅8棟佢假期咧成交咗30套，人氣非常之旺啊！同埋呢個湖心路嘅中澳湖心印象咧，係以呢個智能化社區拎包入住嘅優勢咧，係實現咗468萬嘅業績啊！最後咧講翻咧，我哋5月6號啦，珠海有一場呢個拍地大戰啊，吸引咗8間嘅房企去廝殺啊，再次印證咗呢個市場信息同埋城市價值嘅雙重回歸啊！咁中海咧最終以90輪嘅競價咧，最終以呢個總價10.07億咧，以呢個地價20259蚊一平方攞低咗香洲區近10年嚟最好嘅一個地塊啊！溢價咧係37.19%啊！作為珠海一個樓市利好一個信息嘅前提啦，講明咧發展商咧對呢個市場咧有信心去勇於攞地啊！OK， 我哋今集咧就係一個內容分享就咁多啦，多謝大家收睇啊！關注龍山啦，更多嘅樓市資訊咧分享俾大家。OK， 我哋下集再見，拜拜。